李兆基呢位香港地產界嘅傳奇人物，以1000蚊白手起家，身家喺離世嘅時候接近2300億元。佢嘅發跡故事始於上世紀60年代，當時佢同郭德勝及馮景禧組成新鴻基地產嘅三劍俠，後來更同鄭裕彤同李嘉誠並稱為新三劍俠。佢嘅成功並非偶然，而係憑借住精準嘅商業眼光同強大嘅執行力，一步步建立起屬於自己嘅地產王國。1928年，李兆基出生喺廣東順德嘅一個金鋪世家，家中排行第4，因此江湖人稱四叔。自幼浸淫於金鋪生意，12歲便成為掌櫃，展現出卓越嘅商業才華。然而，佢並唔滿足於家族事業嘅框架，而係渴望喺更廣闊嘅天地中闖出自己嘅一片天。20歲嘅時候，佢帶住父親給予嘅1000蚊隻身來港，起初喺中環文咸東街從事黃金買賣。佢憑借對黃金成色嘅敏銳辨識能力，迅速累積第一桶金。當時嘅黃金交易門檻極高，風險與機遇並存，但係佢善於捉住市場變化，不斷擴大自己嘅生意版圖。1949年，中國解放後，好多富商將資金轉移至香港，推動咗當地嘅五金與建築行業。李兆基洞察先機，